各位好，今日講運動同體重控制。好多人覺得有運動就會瘦，但現實未必。一、核心原理，減重關鍵係能量負平衡，消耗要大過攝入。運動可以提高新陳代謝，減脂肪，但如果你唔控制飲食，運動後食更多，體重反而會升。二、常見誤區，7個你可能中咗嘅誤區。一、高估運動消耗，慢跑半個鐘約消耗200-300卡，但一塊炸雞已經超過400卡。二、補償心態，運動後懶咗，全日總消耗可能仲低過唔運動。三、只做有氧，不做重訓，會流失肌肉，基礎代謝下降，停運動後反彈快。四、迷信局部減脂，日日做仰臥起坐唔會消滅肚腩，脂肪係全身燃燒。五、運動後食錯嘢，飲運動飲品或食能量棒，隨時抵消一半運動成果。六、睡眠不足，令飢餓素上升，同樣有運動下，每日不自覺多攝取約300卡。七、壓力大，皮質醇上升，令腹部積脂，肌肉分解，越運動越難受。三、康寶萊產品角色，理想體重管理要運動加營養控制。康寶萊產品如蛋白奶昔係輔助飲食控制，高蛋白、低熱量，減少飢餓感。例子：上班族用奶昔取代高熱量下午茶；產後媽媽早餐轉大豆奶昔，運動前飲草本濃縮液；中年男士重訓後補充乳清蛋白，應酬前食高蛋白棒。四、總結：任何產品都取代唔到運動，康寶萊幫你優化食嘅部分，關鍵係記錄數據，用入追蹤運動、飲食、睡眠，每星期到腰圍同體脂率。運動後亦亂食，試下飯前運動或運動後飲水等15分鐘。用補充品前諮詢專業人士，由單包裝試起。想了解更多 ？WhatsApp 或上 YouTube。覺得有用記得讚好、分享、追蹤、留言，多謝。